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不期来呢个节目，大突然个朋友听说有谈过演剧台好了件学教吼，是大突然个乡亲没有听错了谈过，不过大家可能伫读了件学教伫读啊有件动将界树点，按照天后树木。了件树点咧非常个特别有特色，啊就动有故事。因为东方伊做在绕墙道了件树木个崇拜人，家家咧分享其实是你个亲伟人欣赏分享。大家好，我是秦伟英，是天后树木嘅创办人。今日当欢喜来到客家电视台。耶，分享欣赏吼，其实欣赏也是演剧台好个欣赏，从无然后咧下也系个地图个件树木个崇拜人。哇，欣赏你动无限的吼，真紧。而且欣赏讲回流腔，当就无讲客家话咧。其实白送提是用客家话来打嘴鼓，不过讲到当好啊。哦，谢谢。系因为欣赏系昨天讲系从系带姜丽英半岛做动，吼，所以做动其实有动到个客家乡，其实该系只客家做。大家地吼，做动了地方，大家是咪啲有天创一个散购比赛？公然顺头还有西涌。西涌有动到好些东西，你最好是跟西涌买东西。系，米线木，虾米虾米。班总系嘛，好，所以老先生讲下，所以先生系类似第一昨天讲系做动台界，客家人过去俩度演剧台好，也系俩件数量界创办人，因为东方伊昨天绕墙先生对到俩件，好好啦，大家咧少改下俩件数量，也不然你感觉让它变得很文青哈，很有气质，对不对哈？谢谢。所以我讲话不能太快，总得讲中间。现在讲一下俩件数量哈，你知道元智大学台大一堂都是比较偏理工，对不对？可是它有个书店叫天后，名字听起来就很浪漫。老师，你要不要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天后？他今天动唱个阿涛哥该跳歌，阿涛哥的歌曲超，还有该看夜空啊，那这世界都该假空改片，还是看该星星看个月亮，还看有那种心情都平静。那种厉害人没冇买看书诶，没冇看星星嘞，他讲。冇看星星，你也看3C 啦。模式看个动短个短片，很刺激的短片。星空都没有消失，就是该摸点的时阵，那大家在看星星，只是走在看星星亭，就星星都在那边等着大家。所以他想建书店，然后这些纸本书，你有需要，你转移，它也等在那里。所以书跟星空这个概念意象啊，很接近。哇，意思是讲，其实大家都知吼，你挑白度农业沙费个时间，有冇该下冇按到个嘛个科技个产品，讲实在冇有该冷暗咯，大家系讲，暗不然可能天时看到6、7点，暗不然是只是走在台树下饮茶打嘴鼓看相了，就是看星空。现在台大都冇一看相嘞，也可能污染。那么关键就是它还是在那里等着你。我们结合书店，这就是也叫树店、树屋改名改由来。不过两件书店动特别好，佢可以到学到地不多，佢也叫动有意思改空间。不过谈过两件书店，叫动台改特色，它跟课程结合了，而且还是一个出版社后来。你本来可以在书店哈，这书店是又买书亭啊，该就无聊哈。那个书动难买，动难传，因为它动少年款，个利润没动低，那这个又同时又可以摸到个阅读产业的课哈，该图学生儿是去看书要慢走。要慢通，要慢流通。本来是要慢慢走了哈。后边是想讲，要玩真的好了哈。那当到学生起到这个学生啊，其实讲做的东西其实实习练习，个水准不是挺够哈。开始讲，干脆我们就用跟业界标准，你下台学。不应讲学产落差了，学用落差，出席一个学生唔好容，企业的抱怨哦，那那种大学自己也要想办法提升，那干脆这门课该标准就标准，我们就用业界标准，所以就在课堂上带着学生把从出版到制作到流通到我们还有一间书店。所以从书店里面，它就是整个一条龙啦，全部就好像。一开始上嘅世界是咪讲，你开间书店的时候，书店做嘛该给一张
控业买书啊，想想啊，昨天结合课程，然后我们送口一些告一下，Noble 很容易就出版，想想的我们玩真的，然后我们就变出版社了，出版社了。而且线上刚才有讲到，确实有时候在业界会觉得好像。你如何学以致用，跟业界又有一些落差。你还提一点，提你都是好搞，然后业界啊动三慢想说怎么样来产学合作，所以老师算是很认真的落实产学合作，但是你摸听总会真的跟业界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就先把标准提高到跟业界的出版社同样的高标，我们玩真的，以后等到你们在外面，我们慢慢可以真的落实跟业界的合作。所以他们这个一毕业，业界就会看到他们的实力。对，哇，好棒哦！如果我是那个好高改好上了，我可能不太会去选老师这堂课，压力太大了，很辛苦，太累，因为玩真的，玩真的，对不对？不过讲到俩哈，线上讲的唔系功效诶，其实有继续又出版哦，所以意思是黑马改的，系讲了解。不过说到这，我先离题一下。我觉得挑白感音其实都看书真的哈。以前那个1980、1990年代，那时候看书真的全盛期。好，老师你看，因为我有经历过那个年代，90，然后你就觉得哇，书店很蓬勃，大家也卖书。重庆南路跟老年来而已。对，然后里亚哈就很蒙音看书嘞，而且。可是关键不是没有人看书，是你开始看书，你定不下来，你没有办法静心。资讯太多了，而且又资讯强迫，资讯爆炸，然后你没有看到新的资讯，你会担心。所以讲到了哈，好好鼓励大家还可以慢慢的看书。你现在又动改书，线上讲了，跟书量其实可以出版动改。书是真的有在出版，所以不是唬人的。对，所以田中动都是我们黑妹先从第一本到台高的小改，而且这本书得了很多奖。你们很了不起耶！出版改书得奖哎，是不是这一本？哎，这代推杯，哎，这代推杯，这名字就很吸睛哎，什么？哎，这代推杯，真的，台北文学奖新诗首奖。的作品，你们真有眼光哎！是，那我们签到这个作者也很开心。对，他的每一首诗都很温馨，走家庭路线，讲自己的成长经过，然后这个南部的上来念书的小女孩，然后慢慢这样成长。对，然后她的姐姐在台北工作，她就想姐妹之间常常相隔南北，她就写了像这样的一封信给姐姐啊。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诗，比如讲虽然我废，妈妈一样爱我。那这一首常常在网络上被大家传来传去，好，所以也是谢谢有很多人帮我们推这本书哦。有，是不是还找到于涵代言？哦，对，连于涵，对，还有诚品书店，也才刚刚在过年的时候推这本书，好棒哦。对，今天，对，而且这个听说找了更多人来加持之后，连于涵有可能差更改用金朋友是第吼，佢也第大概消极吼，佢也讲他推荐了两本书，书也突然卖得还不错，是不是？哎，今天对哦哈，而且虽然很废，妈妈还爱我，不晓得，因为我还没看过两本书，我们第两本书地读有没有比较接近我年纪的那种形式啊？我来，这本很好阅读，非常很好阅读哈，来了按钮，会讲大家你要起到看书为某耐性改配语，昨天先从读诗好简单，先从读诗开始，对不对？好呛诵嘛哈。很梦你像读那种安喷的那种小说，对。可老师以前真的很沉浸于，就是你读很厚的书，你整个早上阅读，好像自己对会泡在里面。对，可是俩还没有了，现在就是要滑那个 YT show，赶快滑，然后一没有就好像一不刺激就觉得，所以我觉得读诗真的是蛮不错的，它时间可以比较活、比较灵活。对，好，你还欣赏到台家都小改，都出版改听一本《东豆囧改书》，听一本是不是有学生作品？对，就我们这本《银河倒流》，他那时候他还是在学校读书，在东豆囧，算是一个非常能写的人，是，但金美文学专业，厉害的云空创办，但厉害是。第二本书写给名片哦，银河倒流，就是就读到信的给客户，给名片递出来，诗集递出来。你知道那种文学写字跟银行这是两端，对，所以很斜杠。每个对他的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哈，不平一小模样，因为这个也是在我课堂上教，就是学现代诗的学生。那他又得了很多奖，我们刚好又开出版社。老师，我不敢去上你的课那怎么感觉上压力很大那个文字如果不太好的去，可能会被笑。但是我们就是说，真的都有实际创作。对，好，你看太棒了。做买少改了这个数量卖的都从老来两跟数量出本的，还有是不是有个绘本？这里对。
今年我们跟桃园在地的独立书店合作，这个就蝴蝶结，一个讲的是跟台湾工业安全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工伤事件，就 RCA 公司的地下水污染。对，有很多女工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包括我像阿姨那一辈，那时候在这种外商工作，紧盯的高薪啦。可是那个地下水，他们喝的都是污染地下水，带来身体有很严重的伤害。总量有2000多人罹癌，可是已经有200多人过世。所以就打跨国官司。其實冇但係突然，其實到中南部又動到按用嚟冇提台灣工業發展冇錯，不過大家可能冇按關心，其實透過書，大家就喺呢度很好動嘅知識，就喺嚟關心。你喺成先生見面帶來動到書，其實係要動到嘅故事，然後大家都分享嗬。所以咧，從呢啲嘅鄉親朋友先聊下、啉下菜，你等下就好好嚟談先生嚟講幾個故事。今天东方宇宙的绕墙类是头然演举台和地图遇见天后树冇改重版，依然系好搞改欣赏，节目已经欣赏呢套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少改。你上堂节目要讲到呢度出版当中有意思嘅书嗬，咁我哋下老大家都少改两本书啊。听错会少改，重点少改，因为它是一个写真，在这里，写真集，重点是人、音、烙、冲，这个太有意思。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我就少改一下。呀，动动谁呢？喜欢甲虫，错，饲养个圈圈哦，动态，但是看到有张洗窗的呀，哈，我不知道，那厉害是看到美少女是一个传统市场，应该是用来发想，突发奇想，它两张结合。老师，你狗娘非常爱贴片，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所以美少女这个市场，他们喜欢某一天，就是像这种，但是甲虫现在很受青少年宠物很喜欢，对，市场比想象中大很多。所以这个是学生跟你们一起，就是算是自己合作。所以我们在上个学期，这是我的课堂作业。哇，而且台大俩赌该下台大有看到相片，有一个小女生，我们说少女好了，就是脸有一个很大的甲虫，好好看哦，很漂亮。对，我们选了11种甲虫，都是请专家选的。是，专家也是我的学生，也是我们原治毕业的学生，很棒。对，所以是原治的少女，原治的甲虫专家，在原治的校园，然后原治的课堂来出版这本书。我哪地嘞？就是 All Made in 原治，草毛好棒啊！你看，哎，对学生来讲，既然不会去到无聊，好像我只是来学校学一些课堂上的理论。还离开后搞，那是我另外一个生命的。另外一个生命也好，世界的开始。可是它跟学校是一个很有机的连接。结合。今年台北国际书展2本书是该动到记者，这个采访2本书，应该这个曝光率好够啊，哇，很棒哎！你在想应该是让大家讲一下好消息，你大家俩看，复习到一些半夜什么，你半夜赶时间也有一本小说出版什么。好，那个非死不可，对，就是先卖个关子，今年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哇，大家都来期待一下哈。第二是今年老大家去小改书，不过其实两间书店哈，还有动改故事，不过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两下书店的经营，尤其独立改书店，其实非常不容易。老师，可是这显而易见呢。可是时老大家来讲，因地毛经营都难，当然很难啊。你看马上要卖书，很多书店都对，很多书店倒了，连大型的书店都经营不易。黑猫就要是非常的复合式。我觉得关键就是提，因为大家冇捆书嘞，好提你可以利润动带，对，那老师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它的优点，好不好？好，俩台学生会看喜欢纸本书，但是起到比记到一款跟糖录音带恐龙，录音带冇音糖的嘛。没有，黑胶还可以啦。对，那变成一种收藏，一种收藏高级的兴趣，一种品味。对，他们已经是一个电子时代，没错。好，所以捆书不要逼大家，还逼是没有用。可是我觉得其实阅读率啦没有比较低。你每天看 YouTube， 每天看影片，该买图书，该投给买纸本书，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书。对，该买资讯啦，哈。那独立书店几个买地，然后该东南存钱啊，所以独立书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走在社区的节点，不大家看到了社会还有嘛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议题，所以大家走动到社区地步，做某强容的事情。关注不同的议题，好，那大家再串联起来，那这样子大家就看到哦，该我做买事情，想买事情，应该是想到艺术点，该数点地步是有资讯，还是有提供咨商咨询，还可以串联，好，所以现在就变成去补足在地方上一个社区节点，还有议题的传播，啊，那当然像其他的复合式经营也很重要了，所以书的比例。好，那降低，还可以活动比例那个动够。我们必须承认吼，譬如讲，有动到台兴嘅数点，你都对不读，今大家买书停停，有价必点，从冇吼，还系冇时有空间不台家做第一读改变打卡。走得有17哈，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变的方式哈，因为至少我们让书店还是存在，对不对？不要要不然它可能就不存在。而且我俩很细腿改变法，重新改结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得坚持。我们大家从大白都讲红农独改给更便宜，意思是讲，其实可能在非常世界时间过，你上非常的惯性要关注的一个题目，对，它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部分。所以线上讲到的安用改数量。我觉得我不要讲太深啦，简单来讲是大家某款数量，个数量只是某重要的还是重要，我们不可以放弃它，太可惜了。下台家来的数量用改塞，那我就让它多点变化，所以好辛苦哦，其实，但是没有不好，因为就像老师讲的，他其实台家为启动，很可能黑莫利亚台家下半就是滑手机，对，当然你可以去户外活动，你可以去露营、摸摸草，可是。书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交流站。你去外面露营，那是一个活动，可是书店有它一定的资讯，比如说像工商的，对不对？好，不同的诗，对不对？好，人不会只有这么简单的只有一部分的需求，像这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需求。所以讲到两篇，意思是讲线上机改数量，其实出退路和搞改口腔又给它智慧，其实它也等于是让原治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校园气氛，新的空间。很多原治是个远东企业学校，这个就比较。理工偏理工，学校比较没有这么活泼啦，比较没有这么文。那有时候那个校友回来还说，哇，学校这个几10年都没有变，MD 时报事变，完全没有变。可是这书店去转来看到是冇强容啊，已经差东多。对，所以整个校园气氛不一样。气氛已经有变。真的，台大的上海，你知道这个理工的学校地图哈，台大地图跟谁来，应当是偏多一般。但人家理工的什么要动，不过行落去，你有这个气质到气氛是动，很理工。很理工，对不对？除了有一个浪漫的书屋，整个学校的空间也被活化了。所以，线上你现在的书店里面有办动都改发通系吗？真紧。比如讲，改动漫的活动。哈？这么酷？谁来好啊？还有看改 B。谁来好？对啊，改 BL 的活动，改谁没好？真紧。哦。马改都很办，真的，台大可能唔地吼 BL， 俺们系研究过学生地讲，底下非常多改，而且老师没有只有少女哦，其实很多妇女，就是说女性市场，女性的市场，妇女松改台，而且 BL 的书分类妇女松改豆，对，有分很多不同的派别跟等级，所以你们学校、你们书店也有谈 BL 啊，应该发同，所以虾动豆改女性促群体，然后谁来促群是嘿，这样。动漫啊，对，蛮科普的啊。那我去你们书店买得到 BL 的相关书？买得到，没有问题。哦，OK，老师 BL， 你要不要帮我们讲一下是哪2个单字 ？BL Boys Love。对，底下动流行，其实底下提示他们动流行，谁来到谁来，贵松感有意思，而且有时候又爱情，可是也有单纯的友谊，对，单纯友谊也有，而且男生都画得很帅，很帅，谁来都动感刀，很疗愈。BL 系难为一只时装，系难为一只议题吼，非常来困难。不过线上地图，其实嘛，有绕墙购收是重购。我们曾经访问过范成飞，陈飞也去过，台大东手楼改购收从系丝绒姐也去过，对哈，所以整个你看，一个理工的学校里面有一个这么美的书屋，还可以听到歌手
在那边成功，那有场地。所以信上其实基景是非常感荣幸来处理都改东西，连餐点都很有特色，很棒，吃得饱吗，老师？好上个摸血包。心情就会不好，一定要吃。老师，你要不要特别分享什么厉害的餐点特色？我们有专门的厨房哈，去负责这个。所以比如讲像乔巴达哈，他就摆盘佛统有学分的活动，要写心得，看1000字心得，500个词写三明治乔巴达给好写。真的假的？都面包写到沙，地部的生菜写到沙拉，写到牛肉，写到饮料，其实不是爱讲买的东西，其实写个乔巴达。所以可以动容性的是。食物餐准备用心，对，学校有帮他们准备午餐啦，就是我们书屋的这个午餐。哦，刚才台家可能有看到相片，好像是那个帕尼尼，是不是？帕尼尼，对，哈，帕尼尼，然后对，而且也有一些像蛋糕的彩虹蛋糕。彩虹蛋糕，因为我们也是性别友善书店，对，所以我们就会推这种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这样子的餐点，或是派啊什么的。对，这样一直会换，一直会换，会一直换，而且常常热门商品晚来了就没有了。我突然觉得压力很大。OK， 你可能了解几改餐点都非常改荣幸。其实线上与广东非常都有反同，我觉得有一个活动好浪漫哦，跟老师的个性应该有关。你们还会有关心的活动，款片当改像的，黑吗？树包的天后。大概不去看星星，实在说不过去。可是现在我们刚才虽然讲说星空永远都等在那一边，可是没有人看得到啊。我们原治那边还可以。喊走的，好，赶快夏季晚上，赶快夏季大三角，喊走的看到。要用天文，你们用买天文？不用，直接看可以。那个还有不好意思，皮糖，壁通，都在看。赶快织女星、牵牛星都还可以。但是有望远镜就更好，更棒。对，所以我们就终于筹备了很久，就请学校帮我们买了，就是我们通识教学部就买了望远镜。好棒哦！不过，所以讲到然后大家会有发现无？其实线上介绍改数量，其实发同东多啊，非常改浪漫，还有嘛改神奇改发同，等下找人讲。想到係呢個前輩先生呢度兩篇老大家來小解，跟住大學對讀解天后樹窩對讀解，當有意思解發同然後吼控件然後，現在上堂節目講到你都要不去強化下款項了，對不對？然後後搞還因為這樣買了天文望遠鏡，其實不止如此我們帶起來用英誒，是不是還有更多？找老師來是嗎？剛剛那層前面有個中央大學天文博士，太厲害了！中央大學那個就很厲害，他是專業天文博士，跟我合作。哇！來先講中國古代星空故事。講完之後，先導覽嘛，先導覽，睇下地故事，等下看埋開始討地嘞，然後就天文學家來講科學這一部分，然後就大家帶出去，大概從9點一直看到晚上11、2點哦，看那麼久啊，大家唔想轉移，冇看過啊。还可以拿起手机可以拍。我觉得是因为有讲解，真的差很多。像我们如果看，可能只看上分钟，我们是看一个气氛。哇，你看今天空气很好，哇，很美。不过系讲又从性上，然后系讲不管是性上从文学的角度、故事的角度啊，系讲又天文改性上图、现场导览，哦，所以做的仔细做就可以知道很多。哇，这个就是一个书店举办的一个天文观星改版头，其实带起来安用银号，其实数点是从线上讲的，但它真的是马改东西都会结合去连接哈，然后发展很好都改口内型，所以了解数量其实去喊到市政府，突然财体非常都改脱离数点，然后大家来分享，所以老师这就是您接下来的。好，我们来好好请老师分享一下。对，我们接下来在8月跟9月的时候，跟陶氏图还有跟桃园的3家独立书店夏书书屋、欣欣巷弄书屋跟狼环书屋，我们大家联手帮桃园市民打造了一段说书蹦出小宇宙。
好酷哦！所以我们讲了3部古典小说，是由信上一讲，海爱讲《三国演义》哈，还有另外2位专家，这个老师口才都非常好。我们想恢复说书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好，所以有《三国演义》，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聊斋志异》，夏夜晚上听鬼故事，黄志明老师，好，那再来是我们美丽的邱佩文老师会谈《红楼梦》，所以这3部在8、9月的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老师给签吗？不是，完全开放免费。你走的咋个直接走进，就这3间独立书店，该下讲的3间独立书店，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关键字"说书蹦出小宇宙"，或是直接打这3间独立书店的名字，上面都会找得到，到时候直接去就可以。所以给线上有谁讲，讲你会谈说书人的讲，老师他会讲，好好的讲，所以你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导读。好棒哦！所以而且是老少咸宜，也欢迎大家亲子一起来参加。可是这不容易，这代表讲者，就像你老这些讲者要真的蛮能，对，佩文老师要很能。对，我们原志已经推经典教育推了快20年。因为我必须承认，黑狗没有讲得很精彩，我在现场可能会很想睡觉。对啊，因为我就是因为简单来讲，还是糖艺巩固啊。我不就是去糖艺巩固吗？在糖巩固。对啊，那说书人。对，然后你说小朋友可能是睡前是爸爸妈妈讲故事，那这个我专程去巩固，然后你如果又讲得很无聊。我就会后悔，哇！看起来又台语又谁哦？哇！大家都听下来谈哦，跟那个大姐姐说故事一样，但是你们是更经典的说书人，走进社区了。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关键字的搜寻？叫做说书蹦出，迸裂的那个迸，跑出来的那个跑，说书蹦出小宇宙。说书蹦出小宇宙。好，係講呢啲大度，突然間鄉親朋友係講有興趣是做得從線上講嘅，你做得去親安嘅關鍵詞，好是做得去到倆3間書店好好來談專家。你講說書人到大家來鞏固，走這樣講哈，所以老師這也算是跟獨立書店的連接，對，跟桃園，因為桃園現在北中南獨立書店都有，因為我們北區、中區、南區，桃園蠻大的嘛。我覺得桃園倆下改獨立書店改來多這10年間突然暴增，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對，我們的夥伴現在就有20多間獨立書店。哇，大家的感情都很好。我必須要講，大概在30年前或是20年前，大家這點來講，桃園其實比較像是文化的沙漠，又只是又按用來講吧。我們先不去講對或不對。糖果凍多啊。對，如果倆19年，而且桃園倆在提供改。安用改文化改喜剧改改变，附松改台，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能再说它是文化沙漠。现在它的独立书店搞不好密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台北，是吗？真的，仅次于台北跟新北啊。哇哦，所以现在它不是文化沙漠，我觉得它其实是这个是绿洲了。我觉得真的。桃园现在非常好玩，真的欢迎大家来。真的，而且其实市容这过去的10年也一直在整老街溪啊，对不对？老街溪你看它整治的很好，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树点，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多年前去了一个在糟糕，勤耕雨读，对啊，这是我们的代表性书店。对，我们桃园书店很特别，我们都不会在大马路，不会在大街上。好，所以比如刚刚讲那个勤耕雨读，龙潭，他在龙潭，对，他就真在田里面，而且很难找，意难寻，东南京 ，Google 没寻到，那个就是号称台湾10大最美书店之一。好，然后今年也拿到这个树梅基金会给的树梅读书奖，它是就是评审团奖。好，那你们有见台后把谁书店？我真要讲，你看我真要讲，而且南地也台后把。我本来想说接着母信上说，信上还没有见嘛，改后把改，台后把。他在中立高中该片，距离老街西东去，所以后把。对，还有像欣欣巷弄书屋啊、方圆书屋，这都在社区里面。应该走进欣欣巷弄跟方圆，我就真的不知道。一个在杨梅，一个在龟山。那个都要走到社区里才会看得到，在外面都觉得，怎么可能有树店跑不出来哈？哇！所以桃园真的都很分散，都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啦。
而且我根本要想欣赏雷吼，除了你是动豆改性数字呢，很好。感同改黑，其实真的是让大家来讲突然慢慢的改变哈，因为动豆改脱离数量，加欣赏讲其实让夜度抬头让大家提报，哦密度竟然仅次于台北到新北，哇真的是非常令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好，不过俩系根本去欣赏老带来嘅讯息，不过特别来送给你节目感应，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单元，又会给大家讲。老师，你知道这个单元吗？你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准备一些问题要问你，然后你知道你不能想很久，你要立刻回。快问快答。好，老师来，我觉得这个好有趣。老师你不可以想太久，反正这没有对错。没问题。请问一下，系讲你有1000万，你要想去做乜嘅？可以跟数点实验，不计成本代价。好感人哦！经验啊，哇，你刚刚是。故意这样讲的，不是？你是真心真心哇，好感动，动感不用管成本，然后就开一间。对，因为我有个钱，自己想象中的，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钱的规划、预算啊。我懂，走天价是安样。对呀。错。好，这一题我也非常喜欢。可是我觉得，因为来这个才疏学浅，线上讲的我可能也不知道。请问你最重于哪一颗星星来在想？好，来到这样呢，我最喜欢的是天狼星。哦，我大概知道。哦，为什么？因为你看特别写论文，博士论文的时间哈，该有忧郁症倾向，还紧紧，动难写。因为压力很大。压力大，该写到半夜只出一看，天狼星从那个山后面慢慢升起来。那也要你那里空气好，环境好。那边还行，那特别还看到，老师的故事好。就是每天晚上就等着那颗星星上来。看着星星，那旁边有一些流浪猫，我就喂流浪猫。好美的画面。对啊，然后这样就好像有点动力，再回去写。糟糕，我眼泪都快，我是真的。天狼星很容易看到。对，可是我觉得比较动容的是这个故事，压力很大，有点忧郁倾向，每天晚上等着天狼星的升起，星真的治疗我啊。哇，难怪会有天河书屋哈。好，老师，这个你讲的我可能也不会知道。你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最好看的一本书？哦，我会推。这个钱钟书的书，他只有一本小说，叫做《围城》。OK，这本书我从小时候，因为第一个他讲话很酸，就酸民啊，讲话很好笑哈。那另外一部分他在讲政治、讲爱情、讲世界改变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呢，就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人，然后讲乡民的话，然后去谈爱情，去谈婚姻。其实我从小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很深。我觉得真的要常常跟陈老师打嘴鼓我觉得被老师一讲，害我好想去。真的购买这本书，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好，记住了，哇！你节目都厉害，尺寸嘴没改，40秒，我还想要问一个，但老师我们就快20秒哈，最想会改变束缚感，大家狗头，如果可以改变的话。我想要盖一间书屋，对，里面的树屋。我希望有一个像树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爬来爬去，然后可以在里面睡午觉，书屋不要正襟危坐在那边看书，也可以在里面躺着。好棒哈！今天绕墙欣赏那朵两篇，修行所有改篇又都秀我非常改台。老师谢谢，有机会再好好来分享，好吗？好，乡亲朋友咧，听下来，你有咧做唔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